大家好，我係空 pond 嘅 Ken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珀麗灣一期583尺嘅兩房青馬橋海單位，而家即刻帶大家參觀一下。珀麗灣1、2期嘅兩房青馬橋海單位，主要分佈喺5、7、8、9、13座。實用面積由583至602尺，可以飽覽青馬橋海及羅亞方舟嘅沙灘，遠望可以見到中上環一帶嘅都市景觀。如果大家對以上單位有興趣，可以隨時聯絡我啊！多謝。